普遍嚟講，出現關節退化嘅平均年齡超過55歲。正常嘅膝關節咧會分泌近1毫升嘅關節液，用嚟滋潤軟骨。但係隨住年紀嘅增長咧，關節液亦都會越嚟越減少，所以軟組織嘅水分少咗啦，彈性亦都會下降，從而令到關節嘅活動能力減低。而值得留意嘅係，好多人都忽略咗肌肉流失係會加速咗關節退化。當保護關節嘅肌肉唔足夠，肌力減弱，就會大大增加咗膝頭嘅負重壓力。喺日積月累底下，關節會因為不斷摩擦而造成慢性嘅勞損。特別一上到樓梯啊、行斜路嘅時候，關節容易出現痛啦、腫脹發熱、僵硬，雙腳就冇以前咁靈活啦。而葡萄糖胺係軟骨嘅其中一種原料，同樣會隨住關節退化而日漸減少。但係單單補充葡萄糖胺並唔可以真正解決到關節痛嘅問題。肌力健骨素除咗加入咗1500毫克嘅葡萄糖胺潤滑關節，仲加入咗3000毫克嘅 HMB， 經科研實證有效肌肉生長。另外仲加入高溶解率嘅鈣質，有助增強骨質密度，一次過結合增肌、護關、健骨3大功效。